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今仔日是2023年7月22日，第97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真欢喜，今仔日有济的朋友来参加，包括听伊讲嘛有一寡是会对平湖sign in 来参加的。咱今仔真欢喜，邀请到作家李秀甲伊的后生汤树。因要来分享的题目是一个找找蝴蝶、落草的女子，佮谈伊台文甲英语的创作。因住伫文库无，为着配合论坛无共的时区因真早就起床。即马文库无是早起7点我伫2012年就听过李秀的名，知影伊伫写台语的小说。第一摆甲伊见面是2019年伫 LA 伫洛杉矶举办的23届世界台语文营。后来不是伫 Facebook 看到伊的消息，伊真感性啦用英语讲就是做 sentimental。伊真爱艺术除了写诗、写散文、写小说，伊嘛画图、弹钢琴。今仔日咱看伊即个virtual background 伊的背景就是伊家己画的图伊讲这是4度空间啦有井有月亮啦伊的生活实在是真丰富。伊的后生 Tom 我想真侪人知影看过伊 Mr. Brown Coffee 的广告。我敢若知影讲伊拍过一片广告。即摆才知影讲，伊其实是拍过40片的广告啦详细的介绍我留互伊的妈妈等一下来介绍。听讲今仔足侪人是要来听讲Tom 讲台语啦，讲Tom 过去拢毋捌罕伫讲台语。其实我即边咧甲伊对接我发现着伊其实台语讲了真好。我即马就甲时间交互李秀姐。我这个唔免吧。大家搞早，大家晚安。我真欢喜真欢喜今仔日有这个机会来遮和大家见面我唔知影这回有几个人参加，我敢会当先和大家朋友，你小录一个名，我拍一个招，会使一个。大家开一个，我看迄个Tom，你爱甲迄个 PowerPoint 先摕掉，无你妈妈袂当。我这个唔免，我唔免这个。嘿，我看一个。感谢大家对我党的关心你看咧，你想大家对透早的，即摆台湾时间是透暗嘛？透暗10点。即摆是透早，所以当透早跟透暗我看一下，说hello一下，嘿。大家好，大家搞早，大家晚安所以我感觉大家即摆伫遮会当见面，我感觉真正地球真正是圆的你看，透过这个论坛会当大家看到面，真正足好诶。即摆我顶回咱讲的这个论坛是讲台语的大议题，但是这回呢，我较属于我个人的创作的经验，我是用台文、英文甲华文3种语言来创作。即摆有人介绍我拢会讲，你就是台文的作者，我嘛真欢喜讲安尼甲我介绍。因为现在写台文像照你讲我真变讲是前卫我都袂晓讲前卫足歹的代志，你敢对？照你足歹的代志啦讲写台语其实呢，外国朋友才爱听我念台语诗，因为我感觉台语比华语较侪细声，是足水的语言啦，所以对老外来讲呢，是真正足特别的一种旋律过来，我先来介绍我的后生汉叔伊才摕到迄个本啊别的迄个奖。即几日伊嘛拄咧当咧无闲，拄则来移民来温哥华一个非洲的家庭。
20几年前，阮为东方的台湾移民到西方的加拿大，为身份甲迄个家兄到进入主流社会有体力来协助别人，这是一条坎坷久长的路程。20几年后呢，经过伊对迄个市长接受到迄个市府的影响奖，发感动，7个人当中呢，伊是亚洲唯一的台湾人。他在迄个加拿大呢，做一寡迄个社会服务了，不断拢互迄个媒体来报道，引起瑞士当地的注目。所以因为伊是迄个瑞士饭店管理的学生，所以真正伊马较接受到迄个瑞士电台的迄个访问，讲伊如何甲迄个音乐饭店管理，甲电视三项专业结合来奉献社会。为介绍伊是为台湾来的，我就不止啊感动，因为我感觉我离开台湾的，对台湾特别敏感。另外呢，无论我伫台湾朋友，或者是加拿大温哥华，我的分享会吼，我念台语诗，伊会用小提琴来甲我伴奏。他们敢有要补充啥物货？你嘛讲我台语互人听。今仔讲有人吼，讲要来遮听我听我讲台语啦吼，我今我着，其实我台语吼是台湾是我细汉和阮阿公阿嬷住做伙，细汉学的，因为移民到迄个Vancouver 吼，已经20几冬啊，所以讲台语的机会较少，所以多谢大家今仔日互我即个机会吼。今仔这是我妈妈的迄个演讲的，那拢你讲我演讲，我刚开始我介绍你一个，就你伊讲伊有想要看你的迄个 Mr. Brown， 好，要紧，这是1987年，哈。对，无啦，因为我因为大家吼拢要爱看我以前拍的广告，我拍的广告呢是安尼来的吼，是我18岁时阵吼。18岁时阵，因为我细汉就会晓扭 violin 吼，人迄个我18岁的时阵，我安尼讲者，大家拢知影我今年几岁？1987年的时阵吼，迄阵迄个电视一个叫做Mr. Brown Coffee 吼，要拍一个广告，电视的广告，讲要找迄个会晓扭 violin 的吼，就全台北的迄个音乐系。去找迄个扭白仔练的，我就去互选着，嘿，有迄阵开始到我20冬正正吼移民来的时阵，拢总伫台湾有拍过差不多40-50支的迄个有电视的，嘛有报纸的，嘛有迄个 magazine 的迄个广告，拢有。所以我妈妈讲要叫我讲要放一个。对，咪等下放。我顶阵我有听迄个何信涵何教授有讲吼，伊讲即马台湾吼台语的麦当劳。含迄个汽车的，拢用台语广告。以前呢，迄个探你嘛有拍即类的广告，但是是用华语的。嘿，这种讲。咱即摆来听一个伊 Mr. Brown， 其实拢臭酸起来呗。臭酸哦，袂啦，这看在趣味。我放互大家看哈，你等一下，我甲迄个video 用一下。来。你开一个，互我看到你的面。OK。好，来等下哦。大家看我是内底倒一个吼，伊迄个我即摆你练习用迄个电脑安那用好，来位头搁来一道，这是1987年嘿。
一个？哎，这就是本人吼，嘿，哦，这是迄个我大学1年的时阵拍的第一个台湾的广告，毋知有啥物人有看过这个广告无？大家拢看过。拢看过吼，迄个人就是我，毋过迄个人吼，即摆已经变成个欧里桑啊。欧里桑。OK， 好，那过来介绍一个老母哈。我对迄个少女的诗吼，我就真欣赏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早期我嘛有将伊的诗翻做台语，但是拢无发表。后来我移民来Vancouver吼，我就用画图来表达我对泰戈尔的感动。我即摆先来放一个差不多2-3分钟的迄个开画展的迄个宏观新闻，吼，好。这是伫迄个Vancouver 吼，这是迄个大家，等下哦。来，我决定来重新 share 一道。Vancouver 大家台家文化协会画展文化，哎对，画者的画展。啊对。来。台湾作家李秀在台家文化协会台家艺廊展出人面诗画故事，画展上琴音袅袅配合泰戈尔诗句，艺术性十足。而李秀的移民恩人大统华超市创办人李安邦，以及驻温哥华办事处处长李志强等多位政商人士都到场欣赏。台湾作家李秀在台家画廊展出人面诗画故事。李秀配合画作朗读泰戈尔诗句，儿子在一旁拉小提琴伴奏，先生也到场支持爱妻，场面十分温馨。墙上一幅幅脸画诉说着不同的故事，静夜像母亲的心，宣奏如孩子的美。童年夜晚之路，不时静听记忆的足声。李秀的画作配上泰戈尔诗句，相互辉映。我一直写作，那这几年来，我发现我可以写作跟绘画结合在一起，所以就一系列的人面诗画故事。那每一幅呢，都有一首诗，那配合那泰戈尔的诗，然后还有背后就有一段故事，所以变成诗中有画，画中有故事。当天出席贵宾包括驻温哥华办事处长李志强、BC 自由党省议员托德史东，以及多位侨务荣誉职人员和侨商社代表到场欣赏支持。李秀多才多艺，会弹琴、写作、绘画，致力于台文创作，应以台湾作品介绍给加拿大主流社会。2002年，李秀以作家身份自台湾移民加拿大受阻，多亏六福食品集团董事长李安邦提供推荐信，才让李秀顺利移民。这一幅呢，也是我的心声，就是流转的老女人。她带着那个胸花台湾跟加拿大的那个 maple leaf， 从那个台湾海峡流转到太平洋这一端，降临到我们每个季节都很让人惊喜的一个国度的加拿大。那我觉得说，这个它代表我，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做世界公民然后大家融合在一起，成就一个大熔炉。这幅是228事件。这个是陈慧忠老师，他有一次在228晚会的一席感性的话，让我给我的灵感。他是说加拿大11月份每个人都有一个Puppy，就是罂粟花。他觉得说我们台湾228事件不该被遗忘。10多年来，李秀进修英语，努力写作，走访温哥华各图书馆，毛遂自荐，推销自己的作品之外，更多是希望借此推广台湾，让更多人认识台湾文学。台湾宏观电视李宗恩，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道。好，还是有可能看过啊，搁看一遍哈。好，过来，今仔日。好，今仔日的题目是进入迄个主题哈。
干的哦。你讲吧，紧。对，一个走找蝴蝶落草的女子，会使安尼讲啦。我是一个要游向大海，无爱永远关伫水族馆的人，尤其移民来英文世界的角度，特别希望呢，不只会当用华语创作，嘛会当用台文和英文书写。不是讲呢，对一个使用华语、讲台语超过半世纪的人，要用英文创作咯，真正是一项大代志。过来讲想讲要用台文来写作，对一个完全受华语教育，虽然会晓讲台语，但是习惯使用超过40几档的华语书写的作者，愈是一项大挑战。所以呢，有一种现象会发生啊，讲华语呢，我会出现台语；讲台语呢，我会出现华语。所以呢，要用英文参台文写作呢，我亲像一张伫尘土中的小花蕊，咧走找蝴蝶的落草，佮亲像一张紧紧伫地球的树仔呢，拼势好现。探测天顶的奇妙，因为台语呢，目前又搁无足完整通。迄个时阵我咧写阵，无即摆可能有较有啊，有较迄个，所以迄个时阵我写用台语写吼，所以写台语我感觉是真正足辛苦的。其实呢，母语文学呢是咱世界的潮流。1978年呢，得 Nobel Prize 的伊莎辛格讲吼，伊必须的是伊的母语。嘛是世界唯一伊会当理解的语言。对一个囡仔来讲呢，母亲永远是存在。所以伊坚持用一直是来创作，这就是语言的基础。我写台文呢，虽然写甲无眉无日，但是一点仔都袂感觉疲劳，因为我用台语写出来的作品呢，不但感动家己呢。读者呢，嘛是感觉我读我的台语作品呢有大马念骨的感情。简单讲大马念骨，李老师特别感动到一个迄个台语诗人哦，王立成吼，只准伊用伊的平湖腔呢列出8篇的变成一块诗篇，我有放伫册内呢，方便想要学台语的人来参考。这本散文集我是用台文和英文书写，将华语台文的部分呢，伫2019年得到台南府城文学奖，以及迄个高雄文学创作奖。嘛感谢张伟文教授为这本册写了真有价值的评论。伊讲呢，李秀真成功由华文转转来迄个台文写作，实在达到济的中文作家学习参考。安尼讲使？应该是安尼嘛吼。我迄个时阵，阮开迄个学术发表会的时候，我咧去啊，这个物件。啊？无迄个啊。我讲 mute。OK。好，要紧。我来用。好。好。随便讲呢，写台文，敢有听到？我即摆咧讲。OK， 好，写台文和英文啊，这款工课是再讲无解看我，迄是戆人吼，啊，无就是足坚持的吼。但是写作到这个坎站呢，我加减有寡使命感。一来呢，我用英文书写，会当较侪族群的人了解我的故乡台湾平湖；二来呢，我用我的母语台语创作。我会当对心肝苦啦，找到故乡的亲切。我伫台湾甲伫美国来出版18本册，移民进程呢，我是10本拢以华语为主。移民后呢，我8本呢，我以台文、华文甲英文来为主。不二个呢，内底有一本我是你的新娘，
I'm still your bread， 迄是敢若用英文甲华文书写，因为这本册呢是纪念我的翁婿过身，所以心情无介好，我无法度写台文。所以安尼讲起来，对我来讲呢，写英文啊是比写台文较轻松。我来讲一个故事吼，移民了后吼，我特别对迄个台湾配偶的挂念。2002年呢，我以作家身份移民来这个国度吼，我想讲温哥华迄个图书馆吼，应该有我这个台湾配偶人的册较少，因为我看到迄图书馆吼，拢是中国作家的册啦。移民第2档呢，我足勇敢的找去直接去找经理。其实迄个时阵，我英文实在无介好，但是我有可能使用迄个咱台湾配偶人的坚持甲耐力，充满迄个图书馆呢，一向买册的习惯。为什么会成功？我感觉理由真简单，我是望较侪国群知影台湾配偶。我咧想，假使若为着我家己的理想要出名，我有可能袂遐尼勇敢。这是我事后感觉讲是安尼。好，即摆过来，就是我来介绍一个儿童诗哈。1991年。我是用华语出版的，有得奖的迄个小雨点啊，叫做小雨点嘛，由迄个音乐家吼黄友弟普及颁奖的时呢，嘛是有伫台湾，高雄文化中心表演过，互学生表演过。过来2011年呢，我将伊呢翻做英文甲台文，叫做一张小花蕊。A little flower。过来，2012年，温哥华周报呢以异乡文学梦李秀童诗行故土为标题，录小刊登差不多1档。英文部分呢，我嘛真欢喜呢，有为台湾移民来的一个朋友甲我讲，伊特别的迄个周报人来，伊拢有甲加起来讲，迄个时阵吼，伊迄个三小为那个英文的，互囡仔要看迄英文吼，伊变做是伊的英文的教材啦。我足欢喜，嘿。过来2014年，我迄个更田博士迄个我3兄的迄个祖囝，甲小提琴家洪千富，我毋知洪千富今仔有来无？洪千富我听迄个茱莉亚讲是伊国中的迄个同学嘛，不要紧，因吼做，因为迄间叫做什么大学，迄个音乐系嘛，组一个迄个音乐团队普及，伊迄个童谣的音乐体验伫台湾文学馆发表演唱会，嘛做一个 CD。做一个 CD 吼，最后若有时间呢，咱会当放一个小可来听呢。另外，2014年我参加迄个高雄儿童美术馆，伊叫我写一首迄个儿童诗台语的，叫手牵手的活动。写这个台湾雪人呢。迄个美术馆吼，伊采用迄个立体的音响，加迄个正听捌的迄个看板吼，伫迄个馆内哦，展览一档。我当然自我小看讲，我上有一日吼会消息，但是台湾雪人，台湾雪人吼，应该比较紧的游去。我想应该是安尼嘛吼。好，过来我来介绍这本我用英文。台文、华文3种语言配合我的图所写的日子的证据。The Tracks of the Day。册内我附一个音乐 CD， 我念台文诗。其实我拢台文无介好，但是我台文我讲当然咧念台文诗，所以我念台文诗呢，互3个人分别用钢琴、大提琴、小提琴来为我伴奏。因3个人的音乐兴趣嘛是我3引起的，所以我因3个人的功课来为我伴奏。
这本册有办迄个内场的迄个新册发表，伫台中迄场呢有一个高中生，伊是念我的英文的部分，即摆呢已经伫台大外文系啊，准备毕业啦。伫台北迄场呢，我的师表在歌剧化会牵手来献花。歌老师呢，不但是我的英文老师，伊是200暑假的白色裙背的小男者吼，歌剧化应该大家拢知。即摆呢，我又搁咧享受歌师母的爱，只要伊知影讲我转去台湾呢，师母呢一定到现场来为我加油。我即本日记的正文内底有一首台文诗，伫外湾海岸找找婚者，伫2011年呢得到迄个打到凤仪文学奖台文奖。颁奖的时呢，虽然伊拄我开刀哦，但是伊嘛是摕一束花来要参加，啊，互迄个市长当中吼，足欢喜迄阵市长安怎当局的。伊就感觉讲哦，师母即摆还对阮市政府办的文校活动安尼遐迄个嘿，伊讲毋是讲伊讲师母我是要来献花互李秀的，我就感动诶。伊即摆已经90几岁啊，嘛搁诚健康。我想有慈悲有爱心的人吼，拢会活介久。好，我即摆来介绍即个。历史小说，这我听哦，我是写迄个妈妈管疗养台湾听哦，和日本殖民一级听哦人移民去高雄的故事，我用华文写4章。2009年，伊作家身份移来加拿大，这段期间呢，我所有精神吼，拢放伫英文，人讲。其实我无论伫迄个台湾也是温哥华吼，学英文咯，学到无时间破病嘛，无时间留啦。我而且人讲我读英文啊，读到6000不认啦，啊有学校读到无学校，因为台湾的时候对吼，我下班了吼，约束不能当哦，差不多7、8档，连咪去中大还是文藻。还是师大去进修英文，我读英文读到安尼吼，而且我永远是无论伫温哥华，我迄个班上吼，迄上老的学生哦，啊同学的老母哦，都比我搁较少年。但是我感觉英文毋是我的母语，我原本是要请迄个留美的迄个语言博士吼，3兄的囡仔来甲我翻译。因为我想我用家族的人来翻译即个我的家族的故事，就好势。只是伊看册中呢，袂少迄个台湾配偶的俗语，伊向我摇头。我只好就跳入，我走就跳入去翻译的火坑吼。当时嘛，体会到功力的坚持，strength persistence 会当超过所谓的观察力啦。这本得到2项奖的迄个这我批落来，语言啊问题嘛是有一寡故事。我记得我要接受迄个5条文学奖是，我是用华语，迄阵也是安尼吼，用华语致辞啦吼。主持人吴英宏啊，伊认为讲台湾人无要讲台语实在真奇怪的代志。其实呢，我摕到奖，我真歹势呢，摕到奖啊，困难落台。但是嘛，互我思考一向惯用的迄个华语的问题。另外，得迄个高雄市文艺奖的时呢，颁奖的进程，迄个市政会教育局长。敲电话叫我去伊办公厅，我想我是要请我食饭，毋是，伊是讲叫我坐落来，叫我建议讲我是毋是咱改写。我讲这我听哦，这是我的迄个系话，伊讲伊认为我这本是使用足侪台语，啊，统派的评审呢有意见。评审之一有一个叶石头，伊认为这我听哦是一部精彩。台湾小说，而且伊列出迄个这本册有6项的特性，结果家长较颁互我。
我即马吼，我来讲迄个古的迄个叶老所讲的特色之一伊讲母语使用落实现实生活，具高度本土性的和真实性。当时要写这本册呢，我时常去外挖批找资料，莫讲历史事件会可证啦，但一句小小的俗语呢，嘛真真足。比如讲，西施向三家破灭爬起来向，李老师，你敢有咧听？安尼讲对？你敢捌听过这个俗语？这是阮平湖的迄个吼，譬如讲，迄西施人的劳苦，跟伊透早三家破灭就起来了，这是一个俚语啦、俗语啦吼。一心要死，一心要食米，这伊敢有人捌听过？三心两意嘛，咱马嘛有一步趁，尽管无好吼，但是嘛有一项好处的安尼。我毋知有人听过讲骨头也是牛内肉，敢捌听过？毋知有人有想要甲我和我斗相共讲，这个是兄弟虽然袂合吼，但是嘛是同胞吼安尼。天呢挂目镜咧，有人知影是啥物意思？无路用嘛，这俗语啦，这拢做侪俗语嘛。有一个阮阿嬷足爱，因为咧天迄油啦，因为我足爱啊，我细汉我拢互伊听，伊拢逐日讲一句，担领一招米，毋管担领一个囡仔屁，伊感觉囡仔足歹管，伊甘愿要去打迄个一招米咧吼，较轻松。讲囡仔就不好，无好，我就爱好伊拢咧骗我，拢感觉逐日讲即句，我逐日听到伊即句安尼，我记者才讲即句。迄当时呢，找资料特别爱找老人开讲，伫因的身躯呢，我会当找到我要爱的资料，迄个物件。阮所讲的呢，就是台语，互我一个启示。其实吼，其实吼，国民政府所推广的国语，根本毋是因的语言啦，小算是反映真实的生活。所以呢，对话呢，我就用台语啊。所以这我朋友我足自然用台语对话，像好话，咱华语讲好话，台语讲教话嘛吼，话袂使。袂使就是留言，袂使嘛，华语就是留言，无事使，无假答嘛。我毋知大家有听过即种迄个无？华西人呢？毋知有人听过无吼？足辛苦就对啦。创意应该嘛有人听过，恶作剧就对啦吼。什么当生就是吝啬嘛，因为。习惯讲华语啦，迄就是吝啬。阮拢讲当真啦。两边，其实两边吼，我感觉台语较水呢。伊是马上咧连边吼，咱迄个华语取那个马上说话都通足紧的，是连边一直吹那个马的屁股连边，它对咧，所以两边吼讲关键，我感觉台语真是较水，水上朋友。话真文言都足水啊，亲像伊拢讲路讨一寡名讨一些东西，拢讲讨寡物件，嘿，我本来要讲这个迄个啊，我囝讲，你面对遮的人啊，做侪拢是台语专家，你讲这人，嘿，伊讲嘿，你敢是安尼？李老师无去啊 ？OK， 好，说了哪个？你要穿一个开无？啉一杯茶。是啦，我毋知影有人去听我讲。有啦，因为大家拢会听你讲，你放心嘿。好，安尼吼 ，OK， 好啦，我即摆带来讲一个吼，我用2年半翻译英文了后吼，其实翻译英文吼，迄英文毋是我母语，我绝对个爱互一个英文。是伊的母语的作家来甲我编辑，我较敢发表，所以这是足辛苦的一条路呢。要搁互伊校对，要搁互迄讲起来，搁另外一个故事。
好，啊2011年呢，我由美国出版，过来一个问题，伫西方的世界呢，台湾和中国拢会交织做伙。这我朋友主题当然是台湾啦，但是美国出版社呢，我不是台湾写中国啊，我对这个议题我足敏感，我足谨慎呢。伊若去台湾写唔对，我马上就真正就紧张安尼迄另外故事，经过提出迄个抗议，才改过来。但是伫迄个2013年，我即摆用出来，迄是伫咱台北的迄个国际书局、世贸国际书局啊，伊去甲我印迄个中共呢，台湾和中国的议题佫较出现，我迄阵真正佫生气，而且迄个时阵我是阮组囝和我做伙去台北看的呢。迄时我坐骨神经痛是足痛，是过日就要开刀啊！但是我足痛，我讲我一定要看即个议题。啊，我左囝看我安尼，伊讲妈妈你唔免遐急啦吼，你慢慢讲。我讲这次已经改足久啊，佮甲我写中国。哦啊，母我足一帮久啦。其实那时我去台北国际书店，我过2日我就开刀，迄个坐骨神经痛嘛，我迄阵是真正行袂调呢，所以一路来写到这条路吼，是真正别人拢唔知影辛苦，但是今仔日小可者，啊，美国出版社来表示抱歉啦，2014年呢，佮互我去看德国的法兰克福，我嘛真正含阮后生去陪去迄个德国啊，拄好互阮去澳洲佚佗，啊，较真正改过来，我较放心。所以台湾和中国对老外来讲，拢是同乡啦。我不是讲爱强调中台湾是完全不同的国家。当初吼，迄个出版社吼，因为大家一直拢甲阮写 China 吼，然后中共。啊，阮就去抗议嘛吼，那抗议了呢，伊嘛找阮无办法，啊，到尾讲无迄个陪上恁迄个一个国际书展吼去参加呢，啊，阮就一个书展一个单安尼选，到尾看讲迄个德国的迄个 Frankfurt 吼是迄个全世界上大的迄个战略，所以阮就选迄个，啊，所以即摆到尾嘛是。去遐甲迄个台湾的议题啊，然后迄个即我朋友安尼可以互大家安尼看，嘛是一种介好的代志，所以。好。有人无要讲袂 ？OK， 好，我阁继续讲。2017年，我参加迄个庆祝加拿大150周年的活动，代表亚洲人的口音 accent 吼，用英文讲台湾人的故事。使用毋是家己国家的语言吼，要表达理念吼，是一项真无轻松的任务。但是我即个学生拢迷死面咯。阮后生讲，但我伫台顶咧讲英文，伊足紧张的。即摆应该较袂紧张啊。伊迄阵系佮另外一个故事。OK， 台湾是有一个迄个台湾是紧的一部分，加拿大是现在和未来。南非一个，迄阵阮去台仔顶介绍吼，拢总3个人，我台湾人，啊，佮两位南非，佮一个中美洲的教授吼。伊一南非的教授，伊安尼讲，伊讲 We have many identities. You can be both. You can be more than two. 伊的意思讲，咱有侪身份，会当超过2个以上的地球人。这理念嘛是我想想，我嘛有画一张迄个。或者流转的老女人，表示我是世界公民。好，然后移民到另外一个角度呢，我自然就有使命感起来，用英文书写，希望较侪族群了解故乡。我头拄我讲的故乡台湾片哦，但是不管效果如何呢，至少我有这个心，所以到每一个国际书店。我电视的所在拢有台湾味，后生讲我就是亲像迄个观光局派来的服务人员。所以2012年
这本汤夫们因了我啊，参加迄个多伦多的迄个书展，想要借台湾，我想着讲台湾是要安怎会当遐吧，以及我的清查呢，如何要表现台湾 ，Hello， 你继续。台湾的特色。 Yeah, that's called a linen closet. 后来单位中来借我一套真有台湾味的衫，以及多伦多台北文化办事处提供一个足大型的台湾看板，互媒体咧以头条新闻、头条足大的新闻伊讲移民作家李秀致力推广台湾安尼，其中呢，迄个欧美上博士呢。 伊对迄个美国开车7点钟到多伦多专工来参加我的书展。伊是头了我的英文版，和我讨论，这我朋友的第一个台湾人，嘛真感谢伊的鼓励，嘛感谢伊为我的一本迄个台文甲英文的语言小说，我的名叫小黄 ，My name is Yellow Rock。 那个小评论，伊本来今仔日想要来，但是伊今仔日有要接受访问，所以伊讲感觉就可惜。不要紧，我感觉逐项代志拢是随缘啦吼。好，然后迄个我对为迄个感染父母到祖辈祖先的配偶，会当讲是我创作的主题。这本历史小说呢，已经是我的代表作。早年呢，互电台。 做连续剧放送差不多半工。其实这嘛佫一个故事，伊无经过我的同意，甲我斗破啦。到落尾嘛是我的经纪人佫含伊佮赔我30万，但是我毋是为着钱，我感觉伊来当事先要甲我放，伊感觉讲我这本册，伊个编辑感觉讲足感动伊，所以咁无经过我的同意就迄个伊，是安尼，所以今年年代呢，这本册呢2022年高雄文化馆呢，佮用另外一个方式编辑来演出，这个景气无介好的读册市场，这我朋友不断互人提册。 提起啦，甚至有人建议讲要拍做电影，这嘛是达到互人安慰的代志。有声无？因为我无听到别人，所以我感觉讲我自言自语。OK， 再来。1996年出版的这我朋友，当初呢发伫台湾时报的连载10档，主编。 主编讲，台湾人在大中国教科书加容易学到历史，但是学袂来历史的正确。正确。历史的正确。这本册是作者身为澎湖人所写的澎湖书，是小说，嘛是历史。 2012年呢，在迄个多伦多书展的时候，我有回应迄个记者，我毋仅要写台湾史，嘛要写我的新国家加拿大的历史，含台湾人、澎湖人在他乡如何经营自己的故乡。我永远含写这我朋友小翔偏爱迄个课本，我讲过迄个历史。 暑假，我佫用6档的时间来写迄个这我朋友的小妹，或者这我流传。我后壁迄背面就是这我流传的迄个封面的迄个图册中的主角咧，拢是我伫迄个地球半世纪的流传，产出北美、欧洲、亚洲的地理历史，进一步咧来探问。 台湾和世界的未来，封面、封底、甲册中的插画咧，拢是我画，含迄个册内底拢的情节拢有关联。封面有澎湖的地图，封底有加拿大的地图。我感觉的就是讲，澎湖和加拿大是有相当的关联。
地班顶教授讲啦，李秀佳朋友是出于迄个如沐之情啦。透过故事，故事是咱台湾的迄个，但是伊规全世界迄拢对咱台湾看拓展出现的。伊讲透过故事的扩散，呼吁人类的互信包容。伊讲这是迄个南无大慈大悲的人间情怀，才讲法语。过2天，我会伫台湾文学展的详细介绍这两姊妹，这我姊妹。目前我嘛咧无闲打迄个，这我流传的反正英文，希望伫会当伫英国出版。即摆咧英国出版，伊搁一个另外一项代志。迄个地教授退休了吼，伊留我嘛都无用。我感觉伊讲半暝啊，咧修改迄个，伊即摆开一个希腊雅文学啦。希腊雅文学啦，伊讲 When you meet a hard work, you have to work hard， 就是安尼讲啦。头一先你遇到困难的工作 ，hard work 过来，你需要加拍拼 ，work hard。When you meet a hard work, you have to work hard。这嘛是我含后生的日常生活，在温哥华，阮享受美丽的风水之外呢，无间嘛是一刻拢唔敢放轻松。在困难中呢，在自我挑战中呢，我找到翻译的趣味。后生呢，伊帮助别人，嘛同时嘛是找到伊家己。他有想要讲一个你去阵去迄个身然后老人啊，你叫啥老人讲，你讲这是你爱做的代志。讲1分钟，互你1分钟，对啦，介使。讲，互我讲1分钟，互你啉一杯茶。唔需要，是要互你讲一个。无啦，因为阮移民到Vancouver 差不多21档啊，当初嘛是真辛苦呢。顶讲来到遮，然后找人帮忙，然后拢无熟悉的吼。所以我当初就想讲我有一日若会当伫遮适合遮的迄个生活了呢，我要去帮助别人吼所以我离遮已经算是较稳定啊。我就拢帮遐迄个有少年的啦新的迄个难民移民我拢用我知影的迄个，像我恁逐个看我迄个这花有个圆的这花吼，这嘛是我一个朋友，是一个迄个Vancouver的一个差不多今年30岁的迄个画家吼伊嘛是真辛苦，伊真有才华的迄一个少年的迄个画家因为迄个过去3档迄个COVID 的关系，伊迄话拢无法度人卖出去，所以我即摆就是讲，若有伫迄个公开的场合吼，拢会甲伊的迄个伊的才华，然后甲伊迄个 promote 伊的迄个才华，互大家知影讲，嘛是讲伊尔啦，介侪人2礼拜前有一个为迄个非洲利比亚吼利比亚来的一个难民的家庭6个人来遮嘛都辛苦的，嘛是讲我即摆伫遮拢知影遮要安怎生活的代志吼，即摆我嘛是拢做因的迄个 mentor， 然后拢帮。因为拢当初互迄个李安邦嘅。对，好，会使吼。敢有人要讲话？无吼，我继续欧巴桑个继续，敢会使？会啦，会使。OK， 伫迄个创作，我创作的范围是为音乐、文学到画图。2020年呢到2022年，伫迄个台湾呢办3场创作展览。我想今仔日啥展览的负责人吼，当结合吼应该嘛有伫现场吼，你敢当配合落一个起来？真感谢伊的才华吼，都奉献伫我迄个展览场。伊是一个画艺老师啦，迄足够插花，佮成品书店的经理，所以册看足济，所以伊一个看着我来讲，你是虽然是得奖的专家，但是毋是伊所捌的文学大师，但结合。
但是说你敢要开你的麦克，还是开你的 video，甲讲大家1分钟， 说互你嗨？讲1分钟。哈哈哈，甲你客气。伊讲台语，伊看到咱伊我就会拢要负讲台语。责展览的人，册展啊，啥物货，嘿，有快点。伊头拄仔有讲话，嘿。但是说你即马会着？有看到。伊即马人是伫高雄啦，台湾的高雄。麦当讲几句话，陈先生。莫管呢。哇，迄网络肯定有较慢，所以有迄个有一寡 delay，对，无要紧嘿，甲大家安尼就一个挥一个手安就好，好，来继续。伊的声音无好势，嘿。对，无要紧。有可能嘿，感谢伊的才华奉献伫我的展览场啦。旧年咧朋友迄场后生嘛是有做伙转去参与即个活动，其中咧换国小呢表演我的台文甲英文的儿童诗一张小花蕊。当时嘛，互迄学校的老师甲迄个学生也是家长，伊感受到迄个台语的艺术性，和保存母语的重要性。我感觉这是足重要。我安尼去朋友爱互迄个乡亲安尼感觉，我真欢喜。所以我有3种语言的作品呢，儿童诗呢，嘛谱成曲，所以方便互学生会当表演。所以2023年呢，我国小呢为着要加强台语和英语的能力来成立一个理想教室，借我的迄个作品呢来引领学生对台语甲英语的兴趣。现在我嘛，迄个线中迄个校长的夫人应该有参加林燕坚。一个吼，迄个陈建学先生，因为你的麦克无关，我关袂起来。你有一点仔杂音吼，你也准备当，你会使sign out 搁入来，好无？因为你即马有一点仔杂音，我关你的麦克关袂起来。好，无要紧，迄个你受你搁继续。你好，你伊有开一个迄个理想教室，我感觉希望会当台语和英语，会当互迄个囡仔真细汉的时阵吼，小学就培养即个台语甲英文的迄个能力，我感觉是足好的迄个，所以感谢迄个校长吼，大力推广吼。现在我是毋是来放一块伫屏哦，归乡创作。甲我的新册发表的影片，互大家欣赏者。这片有可能迄个少女啊，你昨昏讲有较长，所以我希望探较是该剪接就较少然后差不多10分安就好啊，安尼敢好？知啊，嘿。好，来。即摆互迄个探去用吼。好，来。我即摆先跳出来先吼，我即摆来准备这个影片。我讲话有迄个有听到嘛？有清楚无？听到啦，你讲无要紧，因为主持人拢家己对电脑咧讲，想讲毋知有关听众无？有啦。你免关啦。这点你放心。对，嘿，好，这个。简单一个看不要紧啦，嘿，知影互平湖迄个外湾的迄个景。对，好。平湖外湾的景。来，我来遮 share 我的 screen 等下哦。好。我旧年阮11月顺利平湖担任吼，然后我做一个迄个影带。即摆来看到，这就是伫平湖的外湾吼。因为外湾拢是迄个海港嘛吼。迄个放船我。用小提琴有一条含迄个台湾的民谣然后含迄个规个迄景观安尼配合起来。在外安，2022 11月7号，创作展的前夕。
动就大哈。酸仙糖，酸仙糖。拄尾遐就是我迄个用一个做一个迄个开场吼。即摆听呢就是阮当初伫朋友迄个洪根生美术馆吼，迄个开幕展的时阵，迄个开幕会吼然后我即摆恁大家看到这是迄个一个台湾的一个指挥吼，就原来是我的迄个高中的同学吼，于善明。这个文化局长。然后迄个等下这就是这首做啥？哎个歌声，迄原来我妈妈写的迄个词吼，儿童诗，嘿，还有谱上词，洪老师谱的曲，哎对啊，洪老师谱的曲，然后一张小的的迄个你来。好，你讲一下。这是迄个当初谢谢，这是当初阮大家个开幕的迄个一个演出吼。即摆我甲你跳过，中有一个迄个演出。展场小可看一下那些。好，即摆后一个就是迄个原来阮妈妈的迄个一首诗吼，然后分分秒秒吼，用台语念的。声无改好。声无改好，毋过伊的迄个影片吼，有迄个阮当初展览的迄个，或者是迄个陈建和甲阮布置的一个展场吼，来，好了，大家。分分秒秒。等等。等袂去的当年，画袂切的真情，摕了阮的
爱恋，变了色的他们，是时间的容寿。时间在四日中等逝，时间在挂号中等待，时间在等待中停止，时间在停止中无困，忧愁多变的时间。日夜交缠做伙，在金光闪闪的早起，在阴沉甲黑暗的黄昏，开始和过去同时存在，但是又未开始结束啊！感谢。谢谢吴克老师。还有大提琴。我解说一下吼，拄仔大家听的就是我妈妈伫迄个现场念的迄个台文诗吼，你有感觉讲迄背景有一个音乐无？迄是我揪的小提琴。那因为我当初你揪这小提琴的时候，我想讲我希望大家迄个注意是我妈妈念的诗对无？所以我迄个背景是用迄个无。用迄个情境，就是讲无固定的迄个旋律，安尼揪出来的音乐，即摆来就是这边绑了哈，中心国小这边。大提琴你们在？对 ，OK， 好。我当伫迄个朋友的时阵吼，我有做歌义工，就是我摕我迄个小提琴吼，用迄个走动的旋律 ，Walking Melody， 因为我。一直来就是感觉讲音乐，毋是讲你来音乐厅听我的表演，若有介侪人破病，也是无法度去音乐厅，安尼要安怎？所以成为一个迄个小提琴家音乐家，毋是讲你爱来听我的音乐，我要甲音乐摕去互你。因为有介侪人是无法度去音乐厅听音乐的，所以我伫朋友时阵呢，我有迄个含几个迄个老人院个病院去表演互大家听。即马在就2分钟，就是阮伫迄个老人院做义工的迄个情况。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尔我即摆其实伫迄个温哥华先做就是这我没有另外一个比例。阮当初搁伫迄个朋友的天后宫牵引大提琴的。好，这个不用。然后最后呢，阮伫迄个这样阮姐啦，阮姐伫阮伫迄个后壁迄个就是迄个快安国小校长阮伫处理咧练习然后了阮就伫迄个朋友的一个天后宫嘛，表演什么亭啊？观音亭，观音亭表演。
迄风足透诶。我中心国小的。OK。这就是阮旧年伫迄个平湖诶龟香山的迄个一个足近在路吼，好，即马个回到咱李正经讲的物件。好，回来欧巴桑吼，迄个那个 OK， 2011年，我得到打高凤友台湾新诗首奖的一个诗文，刻伫外湾文王宫庙前。即马会使讲变做平湖文化观光的点。我希望呢，有一天呢，恁若有人去平湖，顺便去读一下我这首诗的感觉。伫外湾海岸找找分者，评审讲我这首诗呢，成功甲迄个时间甲空间的迄个抽象思考，用具象来处理。其实我的重点呢，是伫最后迄段上尾的一线天光，点着你我喘气之间，因为我感觉活咧就是上大的本钱。好，咱即马来听这首差不多6。迄个小提琴，我那是苏恩胜伴奏的。无声。无声。大家安尼敢有听着？敢有声？听着你的声，但是无看到影片哦。来，好，来，别紧，来，我定重新来用一下吼，等下哦。share automatic share motion video。来，再来一道，来。有影片。好，来。影片也袂有声。来，等下哦，我还袂开始放。特别，伫外湾海岸找找分者。之一，宽沼的海洋。有人知影我的秘密伫倒伊，秘密就会消失伫空气。风伫外湾倒树琴日顶，一直啊吹拍着澎湃的乐章。我的宫殿刻伫石壁旁，虽然受到海风猛情吞噬，我知影伊会受到保护，因为伫故乡的
土地。不如个阿母，我强电忽然无影无食，虽然已经风化，我的秘密建挡伫海洋。你每日守护一块平湖岛屿，敢通甲我讲？因为风，因为人，因为时间，因为空间。之二，坡顶三仙塔。小妹啊，甲信仰互相滚家伫外湾渔港。当年为着留予过往渔船平安的通知，温府王爷降旨起着坡顶这三座仙塔。可是每一个流浪伫海外的平湖子孙，或者海贼，海贼返来伊的领地。少年平湖人已经对伊生分，伊已经失去领地，领地单啊存伫伊的记忆内。老人从伊数十摆当中找到一丝丝啊无情的风景，但是假暴的风影又搁需要三仙塔的指引，无只。找找先祖的血液，会搁加入去海洋中漂流。第三，虾尾的气势。虾尾的转去偌济的倒流甲水涌，海贼转去的波浪，伫外湾日头骹，虾尾无奈倒来，要讲以早的水流，但是蓝色已经冷去，转来的海贼失去伊的领地甲风景，一切的手段。留落来，但啊时光的摇魂，抢夺物品，抢夺时间，抢夺空间。是啊，蓝色已经冷去，光倒转来的波浪坚挡伫海边日头骹，以早英明顶进，今日的奥体。躯壳点点静静的下尾，时光的坎坎拖拖，蓝色已经冷去，蓝色已经冷去了。只是犁仔壳的鱼空。左手摸着清朝空西，正脚踏着外湾船，复杂有路的雕刻，呈现温王爷的柔情威武。思念的字声刻伫庙寺石条的教父名单之间。阿爸，我亲像伫遮会当掠着你一寡风采。当年为因风台，当咧凝伫甲你血脉相连的岛屿，你奄奄一息的身躯，哪会堪得迄场狂风暴雨？落尾，你停止庄严的气势，流了满片煞野的海水，人甲船漂，倒位会当避险？心定找路，啥人来点名？你捌伫温王府庙前
开钱，捡西螺仔壳给我。你点点走啊，叫我要安怎触摸螺仔壳的鱼空？外碗的水悠远青蓝，庙时灯火悠远飘舞无长。但是阿爸，真实的你，我要去对伊找找咧。之五，上尾的一线天光。偌济时间的螺仔壳消失伫水花的侵蚀，偌济空间的轨道消失伫手内中的票根，偌济当年的期望消失伫把甜稳定之中，偌济日时的光影消失伫教务密云之中。偌济海洋的领域消失伫涂沙粉的冲击，偌济思念的线丝穿梭伫前世甲即世，偌济生命的滚存伫吊线交调的瞬间，上尾的一线天光，点着你我喘气之间。好，对啊，嘿，嘿，还阁有10分钟嘛吼，但是嘿对， 10分钟来听一两首儿童诗，敢好？讨债好啊啦，对讨债， 4:19。讨债。好日母啊，你是毋是无用的洗衫？要记一怪水倒头。日头爸，你是毋是无欠电话的习惯？规领大粒的电话簿啊，冷风吹啊，你嘛真熟悉天气已经有够爽快，但是你搁爱开冷气，吹不停。风来飞啊，你搁较少，风咪咪啊吹来上一舒适。你搁爱开遐强的电风一直吹，我看你实在是就无站在老师囡仔讲一遍，我着用声通讨债好习惯。好日母啊，你是毋是无用的洗衫？要记一怪水倒头。日头爸，你是毋是无欠电话的习惯？规领大粒的电话簿啊，冷风吹啊，你嘛真熟悉天气已经有够爽快，但是你搁爱开冷气。
恁实在是就无站站，老师跟我讲一遍，我就用声空讨这好习惯。好，一首了吼。等下我搁放一首，阮咧弹琴，就是因细汉会甲我骗的迄个结果吼。啊，先来听即个做曲的人的迄个音乐，啊了时吼，尾啊的时吼，迄阮迄个所引性的，伊会讲伊是安怎偷看电视的迄种的，互恁互比较即两项唱的，啊，甲我念的，安尼就使使啦，好。我来弹。大光去谈阮细。阿母谈阮细汉的时阵，头脑记得强较实，小弟互伊学识小提琴，我4岁的时着大钢琴，我相爱仰望我之梦，只是老师讲我的梦。我饲了后的母无像咧行路，我想要互伊真正跳起来，不离到我心内干那烦恼。大力水手不再飞过关门，小弟偷偷甲电视拍开，长等大力水手前路满。这个时阵门铃叮当响起，阮紧快调电视冲入厅房，哆来咪的旋律。念咪香甲老腿头，父母笑咪咪行入门，阮头一穿一个大开，头做西马尾的笑声。请麦克。我相爱仰望我之梦，只是老师我的梦。我饲了后的母无像咧行路，我想要互伊真正跳起来，不离到我心内干那烦恼。大力水手不再飞过关门，小弟偷偷甲电视拍开，长等大力水手前路满。这个时阵门铃叮当响起，阮紧快调电视冲入厅房，哆来咪的旋律。念咪香甲老腿头，父母笑咪咪行入门。
好，即嘛是迄、个，头拄迄是做客的，啊，即嘛即个是就是互恁比较，这差不多一两分钟尔，就是我去朋友演讲的时候啊，嘿，伊现身说法的对啦。好，然后没有电梯，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会按那个对讲机开门，对不对？那从1楼到5楼的时间刚好是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那如果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他因为有第一次被偷看电视被抓到，是因为他摸电视说，等行那修啊那吼，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说，他会摸电视才会知道我们那个什么偷看电视，没有在做功课，所以。现场小朋友不要听没关系。所以我们就是说，在按电铃的时候有2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就看完电视把电视关掉，然后电风扇放在电视上面，然后把它吹凉。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吹凉了。然后等到他在开楼上的门的时候，我把那个电风扇放下来，然后他进来的时候摸那个电视，是凉的，我们没有偷看电视。小时候是这样子，厉害哦！厉害哦！你讲这个，好来，温啊。考完尽量较轻松。阮咧弹琴，阿母趁阮细汉的时阵，头脑记忆强，较好学习，小弟互伊学习小提琴。我4岁时就弹钢琴，我上爱洋娃娃之梦。只是老师讲我的梦娃娃，醒了后的舞步像咧行路。我想要互伊真正跳起来，不是讲我的心敢若烦恼，大力水手唔知会过关无？小弟偷偷啊，把电视拍开，当大力水手咧剪罗麻，这个时阵门铃叮咚响起，阮紧关掉电视，冲入琴房。落雷咪的旋律，念咪响到六回头啊！爸母笑眯眯行入门，门土子喘一个大气，头做屎目尾的笑声，这就是因的迄个。好，所有的多到遮，我哋时间多啊，吼，做着袂歹吼，过来充半点钟嘛，感谢小丽啊。多谢。我你时间有我有切掉足多。安尼好，来。所以你今仔演讲就到遮对无？啊袂，这个咧。迄个Tom讲了话，所以Tom还佫有话要讲，咱请Tom。无啦，我是讲看咱主要是讲要开放大家有啥物问题。差不多安尼对。你迄 PPT 尾啊，迄几张你无要放吼？你敢是有迄个无，我想要一张安尼尔，迄就是咱的迄个大家结束了的时阵感谢甲大家安尼。好，安尼今仔日咱真多谢迄个李秀吼，伊精彩的演讲吼，咱不只有死通听，佫有迄个客吼，佫有真好的伴奏吼。我毋知影咱敢有啥物有人有问题，是回应吼？恁会当举手，嘛会使写伫chat吼，恁会使举手迄个来回应。我毋知影梁光兄，你敢有要先问，先回应？梁光兄，嘿。首先爱感谢李秀含探吼，来遮做即个分享。我感觉真感动啦吼，咱第一遍吼。是有母仔囝来咱即个论坛当时出现吼，用迄个台湾话安尼来讲吼，我希望讲以后咱有较侪即种的机会吼，即摆毋是讲两代以后吼，咱先问一下。我今仔台语安尼会使入个？会啊，
我真听过2日了吼，台湾的文化展吼，我要用华语讲，所以我应该较袂老年时代。今仔日讲台语，后日叫我讲迄个华语，即马我拢咧用翻译迄个经卷流转，拢英文，所以我3种语言，恁等下一定要登细。是，好啊。咱以后检采吼，咱有3代人会当做伙来嘛，无定着吼。啊，我听迄个李秀咧分享吼，我要讲即句足水诶啦吼，就是讲吼，收养大海啦吼，无爱乖甜水族馆啦吼。我即点吼，真正讲出你诶个性，我咧听你咧讲吼，互安尼安平湖吼，安尼台湾到即个加拿大吼，你佫足勇敢吼，安尼佫去学英文，佫变甲用英文写作吼，毋尔安尼佫安尼世界去找机会，若图书馆安尼无台湾诶册，也是讲甲台湾写做中国吼，你拢会去甲抗议吼，所以我感觉即句吼，即句诗吼，写甲会当正代表你诶个性啦吼，就是讲不断安尼咧自我诶突破，即点吼拄啊好是咱台湾人欠诶啦，因为我会感觉讲，包括我家己最近咧反省吼。伫即个戒严法38档内面吼，感觉讲咱诶自尊心拢去细汉诶时阵吼，拢去互关掉咧吼，爱等到足长诶时间伫遮安尼读一寡好诶文学吼，咱遮同志遮好诶文学吼，伫遐自我诶反省含人安尼有机会谈，较定讲原来原来其实咱台湾人。看家己像无啦，吼！其实咱足好啊，咱足有诚侪成就吼，毋过咱拢足细腻啊，吼！拢毋敢去共讲咱也袂去共点咱诶好咧，讲你即人较会遮臭屁，吼！其实迄是咱需要提升咱诶自尊心啦，吼！另外一点就是讲我感觉讲加拿大吼，迄边去。温哥华嘛是开我诶眼界啦，吼！我感觉恁加拿大对接受移民吼，对迄个无共语言文化诶人，恁足开放啦，吼！所以安尼诶时阵会当讲互人做一个人，咱毋是干那会当干那一个认同啦，吼！伊讲咱来伫移民诶社会，吼，咱会当干那保持家己诶。母语文化诶自我认同吼，若是安尼诶时阵，咱嘛无法度面对咱所徛起诶所在诶生活吼，所以有多种诶自我认同吼。我想是一个民主社会吼，应该会有诶一个素养吼。我去加拿大即点起码是我感觉讲诚好吼，尤其是迄天迄日。拄啊，我要离开迄天吼，迄伫迄个万丘啊上热烈、上精华诶地段吼，迄个台湾诶大家文化会吼，伫遐举办一个台湾节吼，伫遐有布袋戏场、原住民诶跳舞，我感觉实在是诚澎湃吼。今仔日佫听着探吼，做一个移民吼，30几岁移民到。加拿大，毋过伊还佫付出吼，伊安尼足大诶，才会疼心吼，伫遐咧关心遮个人，这拢是咱台湾之光啦，吼。多谢，感谢。我讲1分钟，敢会使？袂使。你讲。我感觉老母比后生吼，较无好的想法，讲伊帮助别人吼，就是很自然。我拢会加一句啥？你敢有来讲，咱是台湾来的，因为我就爱讲，咱是台湾。伊讲足自然的啦，毋免安尼讲啦。你看，即点我个输伊，
伊做很久的啊，我拢较有种感觉讲，我们要表现咱台湾人的热情，我拢会较在意这个台湾。我像伊咧介绍什么话，伊拢讲我是 come from Taiwan。我即摆定的，我有讲话，我讲离开台湾，我感觉台湾朋友对我最重要，这是我的心声。啊，属于啦，其实嘛，海洋啦。多谢李秀姐吼。啊，迄个赞祥老师，你敢有啥物要迄个要回应？嘿，呀，我听李秀姐吼这个演讲吼，我感觉真错啦吼，我感觉讲你是真福气的人啊，有一个遮尔友好的囝吼，拢对你的身躯边甲你支持吼。你看这个演讲中间吼，我就知影伊有为你做足多代志吼。这是讲顶代的一个福气啦吼，实在是真幸福的人啦。咱互伊相肯呢。为着这场演讲吼，准备遮尔丰富的材料吼，就敢若对阮一个听众遮尔大的尊重吼。我伫遮代表观众甲你说多谢，佫有啥物有一点欠点啦吼，人毋是完美的啦吼。我是感觉讲李秀姐吼，迄个台语文吼，看了无够济啦，所以你着爱找人的好处吼，摕人的优点来做家己的一个参考啦吼。你也一直要发展台语文学，你爱去欣赏别人的文学开始，你的文学才会精进啦吼，才有迄个精华啦吼，精华才会出来呢。这是小小一个建议啦，希望你毋通气嫌啦吼。感谢，感恩。多谢，但是我足努力的，我足拍拼的。我想赞成老师就是讲，其实也有机会，因为即马有足侪台语文学吼，嘛会使去读看。因是因为今仔日都无采吼，就是拄好陈瑞老师吼，伊今仔袂当来，因为伊拄啊坐飞机转去台湾，因为伊拢真早困的人，所以袂当参加。无我相信伊嘛会有真侪的回应啦吼。我知影你足努力写，有机会吼，你去看单位的，伊会可能甲你佫无共款的迄个迄，但是逐个拢会使互相安尼做伙进步啦吼。因为我知影李秀老师吼，伊是咱北美洲会务会会员，真侪北美洲会务会的会员甲我讲，咱若有即位姊妹，我拢无啥知影，所以我敢会当拜托会长，你敢会当小可来介绍迄个，因为伊甲你拢伫面区无吼，敢会当拜托你小可佮甲介绍一下。会长，你敢会当开你的麦克？我想讲，今仔日李秀已经家己有嘛讲真济啊啦，吼迄个若是讲北美洲妇女会的姊妹，毋免咧讲毋捌李秀，是因为李秀嘛是咱即几年才加入伫妇女会，伊拢也无机会参加着妇女会即个大型的，就是讲咱年中会还是年会，总是真紧嘛吼，明年4月。妇女会的年会对伫湾区要举行，迄阵就一定会有机会，即个李秀老师有一个时间会当较侪分享，介绍伊家己甲伊的作品，互咱妇女会的姊妹啦，所以我相信是愈来愈有机会，嘿。李秀若要介绍伊，应该伊家己介绍会佫较清楚。我是先捌Tom。我是先捌Tom，了后才捌着因妈妈李秀，所以实在嘛真欢喜。因即对母仔囝真特别，我相信咱今仔日有参与的人有听着有看见已经有感受着期待以后有佫较侪机会会当详细看到因母仔囝的分享因真正是真特别伫移民的生活中
若付出为着故乡，啊嘛真正全心投入伫即个新的家乡啦，会当讲咱的第二个家乡加拿大安尼，嘿，真正钦佩，真正钦佩。啊，我相信明年咱有机会妇女会会当搁较侪会听见伊的作品，真捌伊安尼，多谢。多谢会长吼，啊，毋知阁有啥物人有要回应，会使举手。衣冠，衣冠嘿，衣冠举手，请你家己开麦克。老师你好，敢有听到？有听到嘿，有。其实我我想要讲一个啊，表达我对读李雪老师一本一个走出乌蝶无草的女子吼。我想有一寡问题想要请教李雪老师吼，就是讲，因为我安尼读外，我内底有看到你内底有写一句，我感觉写甲足好，就是讲你讲就是讲对亲情的事务，伫第166页啊，你有讲着讲对亲情的事务，才行写作这条路，所以。就是讲看到你写这本就是我特别介意你这本这本散文集吼，啊，这本散文有包括有台语的，啊，佮有英文的吼，啊，内底写着我特别介意你内底第一章所写的，我感觉包括落雨天的老爸写失智症的情形吼，对老人痴呆类的情形感情，啊，佮有你是咪无爱阿母，我感觉这两篇写甲真正互人足感动的，特别是我感觉第一章你咧写。老爸的时阵对无，我感觉迄种深度啊，感觉讲哦，足对写甲对有一寡正平写倒平写迄种文学技巧，我感觉用甲足好诶。啊，佮有特别有一篇我嘛真喜欢，你伫第4章内底有在写关于朋友，就是阮愿意做你的倒手一篇。我嘛感觉伫迄个课程当中，面对讲有一寡可能思想甲你较无啥共款的时阵，但恁佮有一寡听是我感觉。即几篇我是真介意啦，啊，所以我想讲，因为咱即届的议题内底，你主要就是讲着，就是甲你的，就是甲恁囝，啊，佮有甲祖囝嘛，对吧？啊，我想讲，你甲咱讲一寡就是爸爸妈妈对你的影响，虽然我伫内底文章内底知影妈妈介早的过身去啊，但所以你内底在写爸爸的文章的时候，我感觉10篇拢写甲。足好诶吼，可能因为对做伙生活诶时间足长，所以我第一个想要讲，你敢会当甲我讲一个啊，爸爸妈妈对你写作上诶影响吼。啊，第二个就是讲，像细汉诶代志，你若记甲遮尔牢，有够厉害，所以到底是啥物款？是这写作诶时候，较等于回想是以早你诶个性诶部分啊，倒一个部分，互你讲，我讲哇，你细汉对细汉一寡记忆拢记甲足牢，我感觉足赞诶。啊，佮有另外一个啊，吼，就是讲。刚刚李老师真啊足拼死啊，足认真，啊嘛足冲诶哦，吼，啊就是其实有小可会，啊佮走去学英文，啊佮申请要去加拿大，哦，这件代志真正是足无简单，啊，所以我嘛想讲，要问他嘛，就是讲啊，他们你是安怎来看妈妈诶遮尔啊冲诶个性啊，啊佮有伫甲伊相处当中，你有啥物件是互伊，你感觉伊对你诶影响上大诶，嘿。啊，最后嘛是感谢就是李雪老师，因为你有将你足侪作品拢翻做英文，我感觉即件代志，我嘛在思考一件物件，因为咱即马嘛有在讲咱台湾的文学，或者是台语的文学，想要翻做外文，或者外文的文学，想要翻做台语来做。啊，我感觉，这是一种，因为咱就去较少听到讲，就是。作者本人会当甲所有的，就是讲伊的作品嘛，拢甲伊翻做英文即件代，所以即件我知反正是一件真辛苦、真高工的代志，所以伫即个所在要甲你说感谢。安尼我以后对无？如果有一寡国外朋友，我就会当小解，毋来当小解台语的互伊看，嘛当小解英文的册互伊看。啊，就是以上简单几个问题，请教李史老师。哇，多谢哦，这毋知是啥物人？有几来问题哦，有几来问题，我先来免啦，称呼一款是不是？一款，对，嘿，你讲我妈妈对我的影响吼，其实嘛是从细汉开始。你讲我这教迄个violin的迄个过程，我从细汉差不多
4岁时开始学 violin 啦，吼。啊，学 violin 呢，我是互我妈妈逼的。我其实我细汉做无爱扭琴的，啥怎呢？我即摆若扭琴吼，啊，若人啊，阮兜若人客来吼，啊，人客食饭食饱吼，我妈妈讲，哦啊，即摆开始你爱表演啦，哦，这我是上痛苦的代志。我是不爱表演的吼，然后了呢，我差不多国中的时阵，差不多13、14岁时阵，我甲妈妈讲，这扭琴吼做无聊，啊嘛做即摆功课我做无用的，我敢袂当卖扭琴啊？哦，我妈妈已经做伤心的，啊嘛无法度对无？啊，毋过我是差不多听一档了，我是讲，哦，我生活当中吼，我无灵感吼，我无法度，已经是变我是我的一部分吼，所以我差不多一档了，我就甲我妈讲，哦，我原来要继续要扭琴，吼，我是安尼来。啊，你讲我对妈妈对，我讲我妈妈做厉害，啥怎呢？伊今年吼80几岁，啊，恁拄仔看伊这 PowerPoint 吼，伊全部拢是伊做的。你看恁边仔有啥物人吼，会当迄个80几岁，啊，佮会晓做 PowerPoint 吼，啊，佮会晓伫你甲入面迄个 Facebook 遐大这大黑吼，我是毋捌啦，我是毋知影看恁捌无？啊，伊迄个 PowerPoint 哦，用你讲迄影片安尼囥淡遐囥淡遐。迄拢毋是我用的，所以拄仔讲迄个主要拄我帮我妈妈，我无帮忙，伊拢伊家己用的。我家是特别电脑安尼用，安尼做速写吼，啊无等下我妈妈你讲我一半，啊伫遐毋知影怎操纵迄个出。哦，是安尼。啊，即摆迄个伊段兄弟拄仔讲我妈妈吼，迄个因爸爸妈妈的迄个对影响，啊，互我妈妈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安怎称呼你？你敢会当互我看一下？哎，因为我要捌你，因为我发现你有读着这本读啊足深刻，害我想要流目屎。因为我若讲着阮老爸老母的代志，我就想要哭。因为我是讲个，我应该是足娇生惯养，细汉足烦恼阮老爸老母过身，足细只的时阵，因为阮3代传落来，迄个美秀遐，阮阿伯无祖囝，阮3代阮阿伯过身吼，甲我招去做迄个孝女，啊，阮迄个阿叔嘛是无祖囝，都3代传落来，拢是20、30个拢是查甫囝，但系我一个查某囝，你看我的迄个。集那个牵那个爱吼，宠在一身安尼来做，真正会使讲安尼啊，所以一下子我感觉讲希望阮老爸老母袂是因为拢做依赖嘛。细汉的时阵听到讲老伙咧乌鸦咧叫，我听讲细只有乌鸦咧叫，就是厝里有人会死去。你敢知影我足紧张的呢？我无一直哭伫迄个古早迄什么迄款迄个树啊，迄内底啊，我有听到乌鸦咧嚎的时阵，我赶紧转去找阮老母，我讲哦，好个在阮老母样，迄阵我阁4、5岁尔，就烦恼，所以我感觉如母亲情吼。是对我足重要，我所有的作品拢是对如母亲情安尼来。啊，结果阮老母，我伫这我朋友，我迄是真正高兴，是我的真正的代志。阮老母是到落尾去转去朋友，我拢有写转去朋友，啊嘛足友好一个孝女，啊转来台湾高雄的时阵哦，可能着刷啊啥物货，就伊用自杀上吊自杀，迄对我是足影响足大。我感觉讲一下子敢是安尼。像阮迄只兄哥啥物货啊，因为伊足听话嘛，啊感觉阮兄哥若像迄个样，拢伊讲一个小妹呐，拢袂晓听安尼，所以我一直都很有依赖啊。所以老爸老母安尼过身，你敢知影我那个冲击是偌大啊？我感觉我是足友好，其实我毋是足友好。我是迷死迷乱要依靠迄个老爸老母安尼，啊，所以迄个落雨天，头拄迄个有咧讲落雨天，我是感觉认为我足友好，啊，所以迄阵伊伫阿鲁米咧上班，啊，透风天嘛，啊，透风天我感觉我足友好，我总赶紧甲伊的衫吼，迄个摕啊骑脚踏车，
安尼一直咧行啊，我原来咧骑脚踏车，风安尼大，我感觉我愈大路愈感觉我有孝心。迄阵较早10通岁呢，10几岁啊尔，感觉认为感觉讲安尼是愈有效。结果去到阿鲁面门口的时阵吼，阮老爸看到我的时阵吼，我想讲伊一定会足学了讲这个足有效的祖囝对无？结果毋是，伊足受气的。因为透风落雨嘛，伊说较紧叫计程车，甲我送入去迄个计程车，啊，家己跟摕我的迄个脚踏车，伊搁要骑家己的脚踏车，我突然间感觉我毋是有效，我是咧增加老爸老母的迄个负担。所以即种故事，做者说他拄啊迄个，即本吼是我亲情所有的迄个心声啦，讲着是安尼。啊，迄个李秀老师，伊即马吼，迄个医馆吼，伊有开伊的 video，啊，伊嘛摕你即本册，我相信吼，伊就是你的迄个。你敢是 Facebook 的人？是，老师，阮伫迄个高雄你的展览我有去看，所以陈老师我嘛有熟悉伊的展览我有去看。你叫什么名？庄艺馆。哎呀，我即马知影啦。你即马你是安怎会当看到即本册？对啊，我特别介绍者，因牵手吼，足够唱歌，伊是台语的足厉害的人。其实以后伊嘛当请即个庄艺馆来演讲，伊是足优秀的一个人。啊，所以你看即本，头拄仔你讲的时候，我就感觉讲，哦，即个人真正是看，即个是足优秀的人。以后咱会当下面联络他可以那个。哦，老师你真客气啊！嘿，是你这本册真正写甲互人足感动，然后你也看我感觉就是安尼感动一个原理性嘛，伊看迄个，伊感觉我，所以我头拄有讲写台语有打吧念骨的感觉。我伫移民来遮想故乡，我感觉我写台语会感觉讲我像咧伫台湾，所以我迷心迷乱咧写就是安尼。啊，所以迄个Julia伊讲。我拢无咧参加什物社团，迄阵你敢知英文要学英文，迄嘛是偌大迄个困难呢？啊，即摆过来煞了，搁要写台文，迄是搁愈大的困难。所以我突然间感觉讲，我真正足有毅力的，我真正足有毅力，我家己安尼感觉，啊，安尼坚持啦。啊，即摆我咧感觉讲，我迄阵打移民来时，啊，甲老外。你拢问讲哦，你知影我是作家移民来，伊就讲哦，你写啥？我拢讲哦 ，I'm writing in Chinese。我感觉讲，我对台湾人，我是让海 Chinese， 不对。对迄个时阵，我嘛足觉悟的。我讲我绝对要甲台文写好改好，以后我若碰着老外，我绝对要甲伊讲 I am writing in Taiwanese， 毋是 Chinese。迄阵真正拢感觉安尼无迄个觉悟，拢敢安戆吼，迄个华语的迄个政府安尼教育足成功，我是足成功的一个咧。我拢讲华语嘛，伫中华电信咧上班是毋是拢讲华语？一个拢是安尼，我感觉我较慢熟就对啦。迄阵拢好啊，迄阵带迄个合唱团，迄阵我发团长搁更勤伴奏，带因去迄个啥金门绕军吼，你敢知影？我拢要唱迄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然后总统讲讲对吧？然后迄个指挥吼较有台湾心，等到我无呢，伊讲安尼老师你敢会当咱来唱一块啊？一只我好救救，迄个当时吼政府是禁止的呢，我袂使这政府禁止的呢，我感觉我嘛足霸道的呢，我感觉我一直来回绝，所以我感觉我是安尼足。正统的迄个华语教育出来即摆今仔日会当安尼，我感觉我嘛家己足欢喜。迄阵是足适中的呢。所以我感觉我今仔会当安尼讲，我感觉是安怎这我朋友要用对白，迄阵还阁无台语的意识的，我嘛是有感觉讲我一定爱写台语安尼，毋知甲互通牌讲我爱改写。我讲迄无可能，对迄个时阵慢慢感觉甲依赖迄个。温哥华说，感觉英文甲台文足重要，所以我无咧参加什物社团的活。我昨昏甲Julia也讲，我讲我真正读英文是足辛苦的呢，台文阁愈辛苦，所以我讲较无时间咧参加迄什物社团活动，所以有人讲
我较毋知影即号人物啦，李秀已经来20几档啊，我无咧参加迄个，啊，即个参加迄个北美吼，嘛是阮迄个翁婿吼，讲伊惊我讲，我逐日拢踮厝里看册，啥物？伊讲惊吼，伊讲叫我爱有朋友，伊较硬甲我交钱的咧，是安尼咧。伊比我较诚信，啊，我拢等下安尼足面心面烂，啊，读英文读甲互感觉六亲不认，啊，有学校读甲无学校。高雄迄南部迄大学的英文系，我拢读了了，啊，拢读甲拢无时间读迄落系安尼啦。我讲伤济啊，你讲着阮这老爸啦，我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可以讲的，啊，卖可以讲。另外，我即摆嘛是讲华语，歹势。这个Julia 这个专业，他这个我等下一定要介绍伊的。那我会使甲伊联络。请问你住伫打狗，你住伫高雄，啊，你敢有伫高雄台语文？哦，伊是专家咧。你有台语文，啊，你的老师是啥物人？我是阮之前是甲金花老师学的。哦，你是金花老师的学生，好。安尼嘛，金花老师我拢真熟。安尼我会甲金花老师联络，啊，看啥物是你适合讲的主题，会使邀请你来遮甲阮分享。因牵手足够唱歌。老师你客气啊，老师你客气啊。因牵手做来唱歌，啊，所以恁后边吼，即边是，这里是人才哦，无囝诶，迄个组合啊，后边吼，就是拜托你甲恁太太做伙来翁仔某诶组合。我拢叫你转医馆，啊！你讲台语，我一个都转袂过来。你讲医馆，这个人，你看，迄就是个老好，看有个别人要讲无？我今仔日吼真欢喜，因为即马已经伫要12点吼，尤其台湾的已经伫要过灯日啦吼，所以我想咱今仔日节目吼，就是到遮结束吼。啊，恁迄落。我今仔真欢喜邀请到迄个李秀吼，因为我看到伊的资料吼，我发现到甲伊普及的吼，洪千富是我国中的同学啦吼。我会记起伊是转学生，啊，因迄阵因爸爸对日本武藏野大学，伊是平湖人，伊嘛是平湖人。哦，我毋知伊是平湖人，啊，我会记起伊是转学生，啊，要带我去因兜佚佗，啊，因兜入去吼，规个拢是大提琴中，对，小提琴，那个大提琴一堆，啊，因兜有4个姊妹拢学，对。啊，后来就无甲伊联络，啊，是啊，国中迄足久以前的代志，啊，即边佫看着，哦，原来你的死是伊做曲，吼，啊，你即摆做一个 ending，啊，我来有个我感觉是。迄个我阁有几个朋友讲袂走袂入去啦，就是咱毋捌咧用即个。哦，所以声音袂入来。伊讲伫遐咧，我讲袂要紧，阮已经结束啦。所以我最后一张吼，即张吼就是我画图，我最后一张我是2013年画图 ，I love you， 我爱你。伊即个顶面遮有一个迄个，无啊，嘿。啊，表达我的心声，我感谢大家吼对欧巴桑的关心哦，因为有关心，你才会来参加这个会议，真正感恩啊！你看这张图吼，你看我的心情有娃娃甲母亲的字样，因为阮老母拢是娃娃嘛，啊，所以我特别对娃娃这个土地吼，就有深的感情。啊，伊倒边遮有3仙塔，啊，无啊这边吼有天人局。啊，即个无爱顶面哦，是迄个平湖的山，平湖的山就是这种个啦，处处都点点迄个娃娃，我的母亲。当时我用这张图表达我满心至少对大家对我看头，感谢因。好，多谢，嘿，多谢迄个李秀老师，啊，咱大家佫甲伊拍一个扑浪吼，来甲伊感谢，嘿，啊，希望以后吼。有机会，佫会当邀请伊来甲咱做无共的分享，嘿，啊，咱迄个后礼拜吼，后礼拜咱有邀请到迄个一位教授吼，伊要来介绍咱台湾的飞翔乌熊啦吼，乌熊对乌熊，嘿，因为
对，黄美秀老师吼，伊要来介绍咱台湾乌鱼，伊是今年北美洲妇女会的主讲者。啊，我伫遐听伊演讲哦，足感动，足感动的。咱拢足爱乌鱼，但是咱毋知影乌鱼其实伊嘛有伊的真悲伤的一面吼。啊，咱来听迄个美秀老师来甲咱演讲。啊，这是美秀教授，伊是台湾第一个做乌鱼研究的人吼。啊，这是伊伫山顶教乌鱼。啊，这是伊要讲的主题，就是台湾乌鱼的美丽甲哀伤。啊，希望咱后礼拜拢会当做伙来参加。足特别，足特别的。足特别嘿，所以你一定爱来，因为我是伫北美洲妇女会听，我感觉有够好，所以我调工甲伊邀请，啊，伊讲好嘿。嘛，感谢你啊，有你邀请我看到这家分享。我嘛真多谢你会当来，真多谢你会当来，多谢 Tom 吼。其实 Tom 伊是我足好的朋友的同学啦。啊，我想我即个朋友Toronto足侪姊妹，大家拢有熟悉，就是 Grace 吼 ，Grace 嘿。啊，所以顶遍伊来Toronto的时阵，就是 Grace 甲因交代的嘿呀。OK， 安尼咱今仔日咱就到遮啊，迄个咱迄个录影停止，但是咱的meeting。